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啊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啊，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智慧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台南市新竹工业区伫2020年来启用，目前超过100间的厂商进驻，但因为位伫电网的尾端，供电的品质较无好，去年一冬就发生11间的停电。对此，工业区厂商协进会透过民意代表陈情。前议长郭信良20号伫个议会市政总质询嘛表示，要求市府来协商解决。李立伟、陈廷辉伫个20号暗头嘛邀请台电、市府甲厂商协进会来协商，原则上确定要伫个新竹工业区兴建变电所。至于用地处理部分，看是要以地换地，或者是变更公合变电所的地目，有着台电购买新竹的用地。我们讨论第一个以地换地啦，两方都不用出钱的方案。当然第二个方案他都会讲，市政府当然卫生有差而已。即摆看起来工学目前的市价才3万8嘛，要3亿8啦，对吧？3亿8就是差2亿外啦，差2亿6啦。那市政府卫生，有无无搁打个折，变过来，就解决掉了。地若摕到，较早讲以外讲地若摕到，未摕到，那么咱开始规划设计同步进行嘛。有无？安尼较会紧，有无？当这行，有无？万一若这个方案嘛袂通，有无？市政阁无伊钱袂通，有无？若无个一个方案尔，市政甲迄工学主动甲变更，就是迄个变电所用地甲变掉啦。因为变掉了，阮迄当时的报告做好报告，遐个无变电所的地所以阮爱先get爱买土地的问题，处分包括阮嘛要甲迄个产税局讨论迄个部分是啥？
包括ED的过程，市长是有透早的机会嘛，有甲各议长讲过啊，阮是全力配合，啊，迄个方式看安那大家会当较好行。即摆较重要就是爱互因复电啊，互因的电源嘛，因为是供电稳定，这是重要的。抵咱间隔要安那土地处理有几个方向，就是以地，也就是市政府把所有变电所这个在台南市所有的变电所的土地拿来跟我们这个台电可能有一块比较大的土地的变电所土地来做更换。那这一块大的土地刚好在住宅区，价格比较高，那这一块就把它做处理，那这样子民众也不会担心，用以地的方式，然后我们又可以取得新集、七股、大桥等等所有相关的一些变电所、工业区变电所的用地。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是不是用编列预算的方式，由台电编列预算分年编列，然后呢市政府再去编列预算，然后那我想这个部分就由市政府跟台电彼此去沟通，但是重点是不论土地怎么沟通，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确定要在这里设变电所，那么就赶快做规划设计费。会中以地换地，台电公司强调一定要等值，因为新价甲公学端的地价无同。至于兴建新的变电所，至少嘛要2-3档，因此经发局要求这段期间，台电嘛要加强快线的提供，供电的稳定。立委最后嘛强调，新的变电所是确定要起，因此建议台电伫今年度先规划设计，同时等台北行政院核定，就会马上发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端午日能祈求好运到来，不过华山基金会安南里站因素列2特别大粒，原来是站长杨富宏发挥创意卡司，专程找来鸵鸟蛋，和华山长辈日能，希望日个能愈大，幸福愈大。独居老人来讲，就是大部分伊咧过年啊、过节的时阵吼，因较无法度有机会感受这个佳节的气氛啦吼。啊，我们就是利用这一次端午节，吼，明天就是端午节，啊，咱邀请咱安南区的阿公阿嬷吼，做伙出来行行的啊，食粽吼，绑艾草啊，立蛋吼，啊，相传说立蛋吼可以带来好运气啦吼，啊。全世界上大粒的卵吼是恐龙蛋啊，但是咱无法度有恐龙蛋嘛吼，所以咱特别准备鸵鸟蛋吼啊来立蛋啊，想说互阿公阿嬷看看，哇，鸵鸟蛋生做啥物形安尼。端午关怀这天，现场嘛来了真侪长期关心华山长辈朋友甲志工，参详有义尽请剧的经理柯嘉文，儿童权益促进会营务顾问黄启能，上好家具经理王元科。新市区长教吴俊德、县书胡淑芬等，社会局总督导杨义宏也特别感谢所有人长期关怀弱势的帮忙。台南市所有的老人吼，真正对华山基金会这边吼，拢算讲有服务到吼，嘛服务甲介好吼，像迄这种的迄个节日吼，拢会办一寡活动来，互迄个安尼老大人吼，有感觉讲哦过节日的感觉啦，吼，这真正是足用心，所以我这边嘛是代表讲吼，社会局吼，甚至讲市政府这边来感谢咱的华山基金会。一个社会，咱社会内底呢，希望能够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吼。咱拢希望咱的长辈吼，咱的是大人会当有伫个足好的环境之下吼生活。但是社会上有真侪，毋是咱会当如意的代志吼，所以真正很非常的需要。有咱的华山基金会安尼这个团体吼，会当来不计较顾着咱是大人吼，因的温饱，啊，搁伫个这个节日的时阵顾着因的温暖。华山基金会长期关怀孤老，伫大台南地区陪伴将近2600位弱势长辈，共同行过孤苦无依的日子，提供年济关怀，陪同就医。物资协助以及社会促进等服务，以乡亲帮助乡亲服务理念，建立社区互助自助模式，共同打造长辈得力的厝。基金会热情邀请大家共同加入营造计划行列。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议员蔡立青表示，今年端午节活动特别伫安南上市社群发起爱心物资集结，得到真侪在地店家响应。有人买米，有人送面，
还有水饺店包水饺送来，甚至还有市场肉店送来新鲜猪肉，各种物资啥物拢有。共同要来关怀加12户，都去长辈特群儿童，总共154户弱势家庭，透过结合安南上市网络社群的力量，共同完成一场意义非凡的爱心活动。端午节的活动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这次有做邻近区域的爱心物资的发放。那我们的爱心物资也不是跟企业来做一个赞助哈，我们是在我们安南上清的社群发起，然后呢由店家有这个大家一起来帮忙，比如说卖水饺的就送他的水饺来，卖肉的就赞助他的肉品，卖饮料的赞助饮品，然后这样集合大家的力量，今天做爱心物资的发放。那总共大概有20个单位来共襄盛举，都是我们安南在地的店家，所以今天的意义与众不同，意义非凡，就是在这边。那除了把我们的里民都叫出来同欢，有这个绑肉粽，一起绑肉粽，一起做立蛋的比赛，然后就是集合大众的力量来做爱心物资的发放。那今天的活动就很感谢我们安南在地的商家，还有我们社群的群友们，大家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完成。蔡立新讲。未来也遵循这个活动模式，结合安南上市网络平台的力量，持续服务社会各个角落，让大家拢会当尽一份心力去做爱心。这款的活动，竟然当让地方做伙动起来，而且阁袂造成大家经济负担。结合每一个人小小的力量，汇集成为大爱，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社会更加温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目前列管的家友有228位，小局除了并社关怀，嘛将对意愿回到正常生活，进一步甲生活重建中心合作，提供居家创作等个别化服务。而面对一年一度的5日节，20号伫自然社会福利基金会、台湾母苗志工协会、贵族学病院等单位合作，嘛安排义诊、健康检查以及洗身躯等服务。会中市长吴美婷伫社会局长陪同，嘛亲自到和顺利活动中心发送物资给家友的代表，同时以赠送5日节礼金中面为谢。真的好棒 ，OK， 谢谢。我们专业的社工员呢，会持续的来呢帮助我们的街友朋友。那除了我们平时服务之外呢，包括过年过节，像现在端午节我们就连结了很多的我们的公司行号、公司协力呢，一起来协助我们物资呢送给我们街友。那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街友可以呢透过自己的能力来工作。那目前呢在我们社局的辅导之下，已经有78位街友顺利的工作，也希望他们可以持续下去。社局表示，如果民众发现家友有紧急保护需求，会当卡110-113，然后需要急难关怀，才会当卡1957，或者是1999市民服务专线。市府伫第一时间将启动服务。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光影巴洛克新歌展来到北区进行的活动中心，由台南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永志代表市长黄伟綽，甲广大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徐慧佳，以及12间学校的校长为活动来开幕。这次由开元国小册展规划，新歌展开幕当天，由开元国小以现代舞蹈做开场，当中融合日常生活的光影，呼应这次展览的主题。我们透过孙维敏孙老师来指导我们学生133位5年级的孩子，透过长时间艺术在学校的课程中，然后结合我们这次的光影巴洛克，有关于日光、LED、手电筒的光影，让他们在表演中透过手影透过他们的演出的动作之美，能够让我们的光影巴洛克光影这2个字能够跟生活经验结合。广大文教基金会甲台南市教育局合作的广大幼儿园，是这几档三关校合作推动校园艺术教育上成功的计划之一。12间学校伫盛会展览期间，每一间学校发挥特色创意，利用不同的形式展出作品。广大优育计划呢，我们已经开始19年了，即将进入20年了啊。那过去呢，在这19年的这个
这个推展的这个历程当中呢，我们跟不同的县市呢都有合作。那我们跟台南市整体的这个合作呢，是从9年前开始哦，所以这个台南市在展出的这个主题上面呢，就已经有9个不同的主题了啊。那这9个不同的主题里面有东方的画作，有西方的画作，也有环境艺术啊。这3种不同的这个领域，所以在对小朋友的学习上面来讲，它是非常全面性的。今天除了在校园的展出之外啊，也在我们社区活动中心来展出，希望透过在学校展出的一些回响跟学生看展之后的观察以及所启示所形成的一些作品也可以在这里展出，让我们的社区居民也可以同时享受到全世界很好的艺术作品。这次展览展示17世纪巴洛克时期在光影方面有特色的精彩作品，为了让学生了解这个艺术，现场也安排学生导览每一百位做，让因在导览的同时，学习找出当代文化的历史。这件作品创作于1642年，它是林布兰最有名的作品。这一幅画的构图是林布兰如同剧场导演一般，他的光影突出了部分的人物。它总共有20多人，是一幅群像画。他们有按照针阶排列位置，是以自由构式进行布局。每一间学校在展览当中也展示出有不同的元素，进行创意发想的作品。呈现出各校跨系统整的特色甲卡数，展出属于家己的光影巴洛克展览。同时，学生透过这个艺术作品，充分实践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教育理念。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阶梯式的看台从上而下呈现由浅到深的绿色渐层，看起来绿意盎然，非常清爽。但其实，在2个月前，看台可是爬满树藤，里面还有混凝土剥落、钢筋锈蚀的问题。如今变成这样的面貌，学生都觉得好看多了。绿色给我一种很柔和的感觉，那其实会让我觉得说，在这个操场上运动啊，或者是做其他的活动的时候，都会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的心情，这样子。有慢慢的就是它从一开始的斑驳，然后变得有一种把它换上新衣服，变得很绿意盎然、很漂亮的感觉。五福国中这处看台已经有50年的历史，由于校舍主体在3年前全面翻新之后，只剩下老看台和旁边的旧校舍还保留着。当时学生们坐在看台上为校庆大会排字，或者看操场内的运动比赛，是许多五福国中学子的记忆。尤其他们在年轻13、14、15岁的时候，在这个看台曾经坐在上面做啦啦队的表演，或者尤其运动会的时候，也会在上面做一些排字的演练。所以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深刻、有记忆的儿时的记忆。虽然老看台年久失修，但学校也不忍将它拆除。一方面将争取经费进行看台的耐震补强，另外一方面则在家长会经费挹注之下，清除树藤、修补墙面，再进行粉刷彩绘，才在57年校庆时以亮丽新装登场，成为校园最美风景。我很幸运能够在毕业之前可以看到五福国中有这么漂亮的看台。在一次体育课的时候呢，我就往看台看了一眼，就看到几位工人非常辛苦的在大太阳底下把漆刮掉，并且要准备重刷，所以才察觉到原来我们看台要翻新了。初步的那个鉴定觉得有进一步再做详评的机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耐震补强的方式，让这个看台能够重新使用？那个结构安全的时候，开放给学生重新来使用。另外，这种名为霹雳的树藤爬满看台外的围墙，再垂挂下来，形成一道特殊的植栽风景。学校和社区会加强维护，共享这处美景。我曾经看过很多婚纱摄影的新人，在我们的这个看台的后面这个上衣街上面这样子拍摄婚纱，也许是我们的校友，他们感觉到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高雄市的校园内有这么一座大型看台是相当少见。五福国中身为市中心的绩优学校，也致力改善硬体设施，而将这座具有校史记忆的看台保留，才能够勾起校友们那段美好的回忆。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一般上了年纪、行动不方便的长辈，多少会依赖行动辅具的帮忙，让自己行走或是站立可以更加安全。而这种支撑方式不是只有人类才有。位在高雄市前镇区的汕头公园里，一棵弯腰的老雨豆树，同样也有拐杖辅具来支撑着，只是这支拐杖特别的大，也特别充满着浓浓人情味。这是有一点那个很特别啦。看着有点创意啦，看着因为那个铁架确实一般的状感觉像这样的，有时候看起来确实有点像老人拐杖的形状，确实有点创意，看着。还蛮可爱的，但是因为要支撑，不能支撑，可能那是可能会随便可能会撞到那里面的房子，所以还是要考量安全的，所以这要支撑下来。对于有小朋友提到这棵老雨豆树像极了老人家弯着腰拄着拐杖一样，里长林金良笑着说：“小朋友想象力真是丰富，不讲还不知道，这一仔细看，确实有这么几分像。”至于为什么这棵老树会跟其他树干不一样，没有使用一般竹竿或是木条支撑，林金良表示，因为当初公园整建时，为了不想帮老树截枝，又为了邻近大楼的安全，市府单位采用这独特方式来保护老树可以持续生长及往来民众的安全。因为这个公园是有更新哦，所以更新要挖土面土面那个挖深的当初那树就原先就有了，所以那个挖土挖深了，所以那根都不露出来，所以可能有风险，所以斜倒可能撞到了我们的这里面的房屋，可能那考量的安全的用意啊，所以把它支撑起来，不然有危险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雨豆树也越长越大。里长林金良和志工伙伴也会不定期来巡视老树的状况，另外也希望市府单位可以在台风雨季来临前，将雨豆树枝干做安全性的修剪，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危险。同时也邀请市民大众来高雄市前镇区汕头公园，看看小朋友所形容想象的最美拄着拐杖弯腰老树公公的真实样貌吧。记者李嘉龙高雄采访报道。红色砖瓦以及女儿墙上的锦绣堂号，处处充满浓浓的闽南风情。旗津老街巷弄内的一幢老屋，向文化部申请针对非文资建筑的保存与再利用补助后，摆脱过去满是违建的样貌，摇身一变，重新把过往的古早味给找了回来。因为他这个庄氏家族，他在旗津算是做造船业相关的产业啊，那据说他们的祖先也是唐朝那时候那时候祖先是渊源到那么长远，然后那也都有做官宦，就是当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家族传承呢是算是相当重视。锦绣老屋前栋的闽南建筑兴建于民国40年，无论是当时使用的建筑材料，还是懂得进行修复的工班师傅，现在都已经相当难找，大幅增加了整修难度。材料部分尤其那个很细小颗粒的那种，非常难找。当然师傅当然也是很难找，不过还好文化部这边有所谓的老匠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库，所以还算幸运。虽然修复工法相当复杂，不过在传统工匠老师傅的巧手下，耗时超过1年。如今锦绣老屋已经整修完成，屋况也做了重新补强。它经过地震，然后在旗津，其实它的地质也是相当的不太稳定，所以那个有很多漏水，然后龟裂的情形。那幸好他这次有做一些补强。锦绣老屋目前也开放民众免费电话预约参观，一同感受老屋的怀旧风情。毕竟那个屋主他年纪也大，所以基本上他是很热忱，很欢迎就是市民朋友能够去，但是可能也要考量一下，毕竟他是有一点年纪，然后还是他自己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嘛。所以，如果市民朋友可以的话，还是先打个电话预约一下时间，这样子会
比较好。充满特色的老屋在整修后仿佛有了新生命，也让参观民众能更加感受到时光沉淀后的老屋之美。记者郑光佩、苏玉文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